居高临下俯瞰翠绿潭水，山峦之间青山绿水，让旅人来到卓兰鲤鱼潭水库，即便是酷暑，也能够寻得到一丝丝舒爽。慢慢乘着凉风，沿着小径，好好的欣赏着这全国最大水库之一的一山一水，却没想到也耗了不少体力哦。该祭祭武藏庙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。我较日式客家菜的，你可以介绍。OK，较日式客家菜，我来介绍你说你个清蒸板条，冻肉面个，还有你个香炒鸡肉，好啊，还有你个综合青菜，叫做冻河式的客家菜。对，好啊，你可以尝尝看。依循你的介绍好了，拜托。好啊 ，OK， 那你这边请哦。卓兰街边的这家小店虽然是一场偶遇，但一走近也是别有风情。西洋吧台的后方传来阵阵客家卤肉香，绝世风情的海报壁饰下，品尝的是泰式客家菜。板条一直是客家庄最鲜明的饮食地标，只见厨子趁着热气蒸腾，经过简单的调味，这传统美食的米香和 Q 弹完美沾艳。只是来这品尝异国跨界的结合，才是最让人惊艳。南洋风味的香草和鸡肉有着和谐的口感，仿佛人在客家庄，却有了一趟国外的美食巡礼。来哦，上菜喽。你遐是客家菜，并过泰国菜，空下南空下做啊，香炒鸡肉。哇！是口蒙懂我菜的。好啊，我试看看呢。就是我们客家跟融合泰国菜的基调一起炒的菜，试看看，叫香炒鸡肉。东河式，俺家日式客家菜的。好好吃哦。对，它完全没有皮，也没有骨头。南洋风情点缀着客家的传统，迸发出的口感让我真的好尬日。眼里的碧绿潭水映照一片天蓝，我尽情地享受这儿的空气。爱尬日式客家菜，在这儿也有难忘的一篇章。